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啊，我要同大家来分享，应该所有嘅人当日都会食嘅东西，就是芥兰吼。最近当日都会食咯，韩国有可能因日做得会食到甜味啊、咸味啊，无腔用料理就做得用到呀芥兰。故说芥兰对人生活当中做得讲非常嘅重要。今日节目当中吼，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呀，伊咧按到3N 农业生产合作社，记得吼有当多农产品啊，韩国轻重要嘅係，記得有一個牧場地度啊，用呀對芥同好嘅方式來育芥，韓國就會生出呀活力滿滿的芥蘭哦。今日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細細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位來賓來分享 NA 理事主席，我們的單景柱主席，歡迎。謝謝主持人。我是善英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理事主席單景柱，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的節目，大家好。好，歡迎主席來到節目當中咯。接下來係佢強下合作嘅我們的夥伴，好來分享田慶志田太哥分享。大家好，我係田慶志，我係關心人，當歡喜在來到節目當中，什麼人？好，歡迎兩位，歡迎兩位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哦。但是很奇怪，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哈，主席，您本身對於就是農業這一塊之前有任何涉獵嗎？基本上我們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照理說是應該是採種植的，那畜牧的部分是希望爭取契作的這樣的一個機會，讓消費者跟農民之間產生互動的關係。那吃雞蛋呢，是因為雞它天天都會有蛋吶。對。那消費者來支持哈，就是每天都有他可以拿到的這個產物，所以這是一個互動的關係。所以一般農民都會養雞種菜嘛，所以是從這邊開始起源的，讓消費者直接可以擁有一口良田，跟農民之間成為一種夥伴的關係。是，所以像夥伴就是隔壁的鄧大哥了嘛，對不對？是。用啥係用嚟來合作，用嚟認識呀，就是這個單主席的。單主席記得都。佢喺啲新北市嘛，以前啲新北市，後來到新竹，新竹後山後水，後來到新竹嘅新埔，佢哋為首是老矮帶為首同群啊，鄰居就是鄰居啦，喺行路100公尺，按群哈，啊，其實看到啊人認識，佢都有當到嘅理念啊，我當贊成，我自家咩啲種下太嘢嘛，加工加坡土台嘅，所以對於農業對種菜、育芥、育竹、育他們種水果啦，當不陌生。全部都有看過。有看過。但係我知道後生嘅一批嘅人吼，做的是到健康的這個雞蛋吼，因為我們一般的知識分子、年輕的。都有安尼觀念，所以單主席講了啲東西，當認同，對，所以是變到當多合作嘅機會。但我很好奇耶，就是因為合作社的地點是在新北市，但農場還特別設到了新竹這裡，為什麼會特別把位置移到這邊？這邊的消費者支持度比較高，而且這邊有竹科，對。我們希望這個東西是給知識分子、高知識分子他們能夠接受的一個機會點。是。所以當初是為了什麼原因才想說原本已經有一個合作社了？合作社本來就已經有非常多的農產品在裡面，但是後來還為了要增加這個雞蛋的這個產品，還特別為了這個開了一個牧場。是，這個部分本來是從中央山脈開始，我們從中央山脈從山上開始說起。山上開始，那從山上開始呢？這一段是幫農民們爭取他的客戶。山上最有機會帶動六產，就是從生產到加工到觀光休閒旅遊。那這樣的契作的模式是讓消費者直接跟農民變成夥伴的關係。我出一隻雞的錢，這隻雞的工錢飼料錢我都出了，那我是這隻雞的老闆。我把這隻雞交給農民養，
农民呢就跟他就成为一个伙伴的关系。哦，对，所以从那边开始，对。所以这个契作的感觉，跟我以前认识的契作的名词有一点点不一样。以前认识的契作是我是契作的农民，俺妹有种东西，我也有跟着一起种。但现在这个契作的理念不太一样，有点像是认养的概念，对不对？对，就等于说我信任这个学姐生产结论跟你，故说我资助他，但是因为我相信他种植的或养殖的方式是这样子的认养的方式，所以让消费者跟农民变成是一个伙伴的关系。是。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想要用这样子的一个牧场，然后用这样子的理念，然后那天台狗就是我们的认养人之一啦，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对。但是其实我们要买蛋的管道很多，蛮耐就做得买到结论。中马各位 TP 上到讲上二来应用亚这样子的一个农场，是因为你看到这个农场底度有嘛该想到你嘅素材冇？我想你下都有这样很多履历啊，生产履历。对，你下当到知识分子是头先主持人讲嘅，俺哋啲攞哪位來嘅，俺哋啲菜哪位來嘅，你下農業就做叫生產履歷。好，隨便講，以什麼嘅，佢哋買嘢嘅環境都有介紹。本消費者有啲介紹。故事你看到嘅？看到，所以我去間農場，佢講，去看啊。哇！老頭擺嘅農場動態無窮樣，用白無窮樣咯。第二隻是冇乜嘅，應講幾長吼，幾時動粗？哦，該會冇，完全沒有，該會冇，真的。所以觀眾朋友做得去，該是冇，因為啲該會受當到旁邊咩當到住宅區，啲啊新竹北該會好，新埔竹北都。有到科學園區嘅人比較大，所以而家農場啲街位冇乜嘅梅頭，反映係動詞型嘅。呢種嘅幾當快樂，佢嘅環境唔係啲農嘅地，佢生日頭出嚟走啊，當歡喜啊，好，嘅而係如果搭嘅玻璃菜啊，哇，全部都係唱啊，哈。这都是身为消费者 and 看到嘅嘛，对，顾总感觉上了木亚我们的单主席喽，是，因为刚刚邓大哥分享了很多他看到的，就是鸡很快乐，鸡的生长方式，我们来请您再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你们的饲养方式是怎么样让这个鸡可以养成快乐的鸡？是。我们当初要养的时候呢，为了跟消费者做成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特别请了国立屏东科技大学，他们家禽类是非常强的，请屏东科技大学家禽他们这个学系呢跟他们的兽医学院的院长，我们就在讨论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可以养到国际水准，就让消费者觉得我契作这一只鸡是可以达到国际水准的。所以当时蔡院长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目前我们就用欧盟做比较。欧盟的标准，对，欧盟最高的规格就是用人道放牧养殖。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用人道放牧养殖，就是让台湾的消费者一样可以吃到国际规格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好东西。我们来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哈，我们的人道放牧养殖有哪一些条件跟环境是必要的？是，人道放牧养殖，我们在屏科大有上了2个礼拜的课程，是啊，就是由屏科大帮我们开课来做这样的一个教导跟说明。中间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有放牧的空间。它的空间有要多大的范围限制？是，它的比例是这样子，它每1平方米是4只鸡，就是在室内的部分。那放出室外的部分呢，也要相等的这个空间比，就是让它可以在室内，可以在室外。就是让它可以进进出出，就是等于说有一些养鸡场是懂 Q 有没有？每一只鸡都这样子挤在一起，但是人道放牧养殖就是1公尺只有4只鸡哦。对，所以它这个第一个它的空间很宽阔，第二个它可以自由的进出。那这个是最基本的条件，但它成本很高。对，它需要很大的空间。对，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它没有办法像笼式的养殖，是笼式养殖5万只鸡1个人就可以了。
可是人道放牧养殖它就没有办法，它必须要有比较多的人力来做照顾。这是不同的地方。对。这个第一个空间比跟它的人力成本都相对的提高，但是它的鸡的这个品质就会很好。对。所以其实它的吃的东西也很重要，对不对？吃的东西。是在吃的东西的过程当中呢，像我们除了营养师调配的专业的饲料之外，这个饲料一定要是空白料。所谓的空白料就是没有加任何的添加料在里面，就是真的玉米就是玉米，黄豆就是黄豆，这第一件事情。最基本的就是空白料。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给它补充营养源，像我们跟畜试所有寄转台畜3号的牧草，这个牧草是专门给鸡吃的。对。那补充它的蛋白质跟营养源那也帮助它的消化道所以我们有寄转它的这个牧草的部分，所以就是不管是环境啊，也还讲吃的东西，全部都有经过一层的把关。故时候，接下来还有更多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大家又轉到節目當中，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要同大家來分享當日都愛食嘅結論。阿權妹我自己本身我沒懂好，因為從我做甜點的時候，我就會用雞蛋，而且真的要新鮮，不然蛋白打不發。對，所以其實結論對人生活當中一定重要。剛才有講到吼，一條雞全部都用動歡喜、動快樂嘅方式，本佢一條動舒服的環境讓它們生長。那我們學雞的青蔥有嘅就係愛夾嘅結論啊，我們這裡有看到呀，胸片底度，這個母雞的生活的空間真的很大耶。是。對，因為一般可能就是母雞只有被限制在一格小小的空間，是，然後夾結論嘔出來就是會，它沒有辦法把蛋藏起來，它沒有辦法維持它本身雞的任何的習性，是，因為我們只要它的產品，只要它的蛋。是，但這個方式是完全不一樣的做法。是，這是最人道的方式。像是整個環境還蓋黑布哎。是，就讓它有一個隱秘的空間，是讓它有私密的環境，可以安全的產蛋。那下面其實像鋪的這一個是畜糠啊，畜糠讓它可以藏蛋，可以孵蛋。其實母雞它有母性的，它生完蛋之後呢，它會稍微孵一下。是。那稍微孵一下，就是讓這個雞蛋呢，就是他覺得這個蛋是安全的，對那這種感覺非常好。對。但是我就想到一個問題啦，迄講雞卵啊，空都要紅的底度，這個很難找哎，要花很多力氣去尋找這個蛋，對不對？對。所以這就是人力部分又要投入更多了。對，這個成本又提高了。對，像目前台灣的放牧養殖的比率非常非常的低，連1%都不到，是非常難的事情。第一個成本效益高然後第二個這個事情要做很不容易，對，所以一定要消費者支持。我們現在目前的蛋價雖然高一點，但是我們希望未來消費者支持多的時候，它的蛋價可以往下掉。掉到我們期望的理想價格是，它一顆蛋可以6塊錢就可以買得到。那現在目前那麼高的原因，是因為量不足。現在一顆蛋大概是多少錢？15塊。15塊價格的蛋，但希望它可以降到6塊。就是要量。我這樣講好了，比如說我現在目前，我們把契作的那個人數跟場次增加。第一個，你的所有成本就會降下來，你的飼料成本、你的空間成本、你的運用成本，就會降低。對，那這個是我們目前比較困難的地方。對，其實從亞的結論啊，像這麼注重品質，我們在出貨的狀況，大家也是非常關注的。比較講從有的結論啊，可能蛋糕會有一點給事。對不對？天台狗，頭擺去買卵嘅時節，是不是都要買沒有雞大便的？不過現在好像是不一樣的觀念嘍。是，其實我們在屏科大受訓，歐盟的標準是這樣子，在歐洲的規格裡面，他們
不管是法国、意大利啊，他们去买蛋的时候呢，通常会刻意去捡那个鸡蛋上面有鸡粪的。为什么？因为它表示一件事情是它没有擦拭，没有清理。对，我们讲天然的最好。母鸡在生蛋的过程当中，从产道出来的时候，它就为那一颗蛋制作了薄膜。对，那个薄膜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天然的屏障。是，所以一般细菌要进去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个薄膜是我们在外面买鸡蛋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干掉了。如果是没有经过清洗过，它是干掉的，所以我们看不到。不过你熬出来的时节，确实是有那个薄膜跟有点像黏液状态的。是。所以这个薄膜呢，在产道中就已经形成了。是。其实一颗鸡蛋呢，经过水洗之后呢，你想想看。这个鸡蛋的结构就像鳞片一样，像鱼的那个鳞片一样。它是有对，就是它是有缝隙的。是。如果你把薄膜去掉了，你只涂一层蜡在上面，你觉得那个蜡可以比薄膜好吗？对。那安全度就有很大的问题。是。所以一般洗选蛋一定不能开盒，一定要直接放在冰箱，就让它做隔离，因为细菌非常容易进去。非常非常容易进去，对，这是日本人觉得洗选蛋，他们的技术是 OK 的，可是我觉得欧盟为什么他们不用洗选，用这样的方式，他们觉得天然的最好，是啊，那所以根本嘅帶來嘅咩甜鹽嘅清口嘅卵，我現在看到一個很可愛的蛋，它的外形跟一般的蛋。有一点落差，这个酸黑 N 一版看到给卵给台色，亚黑很可爱，很迷你，真的亚黑嘛个卵，天太狗应该有食过，邓大哥有食过亚黑嘛个卵哦。那个出生蛋的哈，是个给小母鸡哈，大概到135到或者到180天干哈，其实会上第一窝的那个叫出生蛋。有人讲伊係聰明蛋，因為一隻小母雞個人講處女雞是會上了卵對，有3到9天的醞釀。因為佢T100，所以變到講佢會慢慢差不多30克，但係咧它的殼比較厚，很硬。很硬。因為它的營養成分很高，更高，因為它醞釀要3日到9日嘅醞釀要生出來。原來係咁呢，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這個漳州的普卵嘅給馬上嘅卵會看起來較細粒，差不多體積有差了一半了，對不對？好可愛哦！嗰時候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吼，先來試嘅卵，用嚟來測試。我們要測試新鮮的雞蛋，有一個方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那個雞蛋的蛋黃呢，它基本上的緊密度是夠的，所以一般人習慣用牙籤去插在上面，看它會不會倒。那我們現在就要來測試哦，試試看它會不會倒。站得也太直了吧！它完全就是跟那個牙籤整個就是直挺挺的站在上面呢。是，表示它蛋黃的密度是完整的。這樣晃它都不會動。不會。糖控含之後再用黏皮了，對不對？對。就其實剪起來它也是不會散掉。不會散掉。哇，故事有條方法，就都得提供我們天使機條前的觀眾朋友，可以去測試一下這個富卡給給了生了有奇謀，對不對？雞蛋的測試是。對，那其實像這樣子，雞蛋測試完之後 ，Enjoy 來同大家來分享哦。你給了買到富卡以後，生了要用的保存，進冰箱應該算是首要條件了吧？雞蛋買回家比較新鮮。進冰箱。它進冰箱之後，儲存的時間比較長。對，儲存時間比較長，但是其實雞蛋有分兩邊，一邊是比較尖的那一邊，是一片黑它吞呢，一片夾呢，一片鹽呢。是。跟用的冰咯，有的人講我按的冰，有的人講我按的冰，所以怎麼放才是對的呢？是，其實尖的部分呢，要放下面。上面圓的部分才是它的氣室，這個地方是氣室，是氣室，就會 end up by 開個時間，所以它是有個空間的啊，裡面有一個薄膜，對不對？是，所以故說鹽的地方要向等上背，是哦，夾的向等下背，這樣子是保存雞蛋最好的最好的方式，對。原來係安尼哦，好起來哦。所以呀吼，阿Q們嘅單元就係有共生農民啦，今日共生農民啦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
啊，其实这个很头痛啦，我觉得这个很困难，你知道条件太多了，有想是本沟跟热，要煮出漂亮的蛋，那个煮的时间又不一样，好难哦。故说给我们也来向专家同太高来分享一下，要怎么样可以煮出好吃的水煮蛋？我们先请单主席跟大家分享你的方法。是我们煮出好的水煮蛋呢，通常一般在煮的过程，在水里面会加一点点盐。哦，加盐巴，对，加一点盐巴。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钙质的保护，第二个它比较好剥啊，还会比较好剥哦，这很重要哦。所以这个也很简单，水开了，大概煮3分钟左右就可以冷水放，对不对？对，冷水放。冷水放蛋，莫小水冰哦，热胀冷缩，给火就别撇嘞。对，它只要滚了就可以关火啊，滚了就可以关火。滚大概2-3分钟就可以关火了，很方便。滚2-3分钟就可以关火，这样子就可以煮水煮蛋。那天泰国嘅方式冇 Q 用哦。我嘅方式就是我用电锅。哦，天锅嘅。天锅嘅它方便是我用嘅餐巾纸哈，嘅浸水。哦，浸水，全湿的状态。可以炒。哦。是比方说电锅嘅锅底。哈。锅底，哦，比方上去，可能几米20幾多隻。啊，比如说矮啦、矮不鸟啦、生人啦，啊，不用3隻，是不用3隻落去，還是個天幕掉下去，哦，我做在做其他事情，好，但是跳起來，你馬上食，好，該就該冷房，就冇按熟，啊，還會有細細的水狗狗安樣，哦，該就你講跳起來，做個輕加2-3分鐘。哦，介紹當暖當好食咯。哇，嗰首節目當中，後尾同大家來分享新來用嘅來煮水煮蛋哦。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進到節目當中。好，分享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結論，家下要教大家應用嘅煮出好食嘅水煮蛋，唔過你用水煮啊，也係講你用天鍋嘅蒸啊，2種方法都做得。唔過好，大概亂蒸出來以後啊，要遇到一個當頭難痛嘅問題，就係愛爆亂殼啊，一爆啊，嘅亂就不敢爆到粑粑，這邊我剝得很醜嘛，凹凸不平都是洞，你知道原本想做一道美美的料理的，然後結果剝那個水煮蛋，真的是看得心情很差。不過今日也有搶到專家吼，來到節目當中要教大家用板來剝亂哦，要怎麼來剝蛋，而且還有一個特殊的容器，好可愛哦。我們請主席來教學一下。是，謝謝。一般在國外的星級飯店裡面，星級飯店現在要很高級哦。星級飯店裡面，他們通常都會把這個蛋用一個簡單的容器，但我們這個容器很醜啊，就是他們有一個高腳杯啊，就是直接把這個容器鑽起來。是。那這上面是圓的部分，我們直接上面敲一點，就是在這個氣勢的地方嘛。對，氣勢的地方敲一點，對。那敲開了之後，它這邊不是開了嗎？對。開了就把用湯匙的後面哦。對，就把它剝開，剝開之後。這樣就可以。對，它就有一個孔了。它就會有一個洞。對，有一個洞了。那一般在國外吃這樣子一顆蛋呢，是大概折合台幣要100多塊，就是這樣子吃，直接就可以吃。真的假的？這樣折合台幣要100多塊？要，早餐就可以這樣吃了。它而且可以吃出蛋的層次。蛋的層次。層次，從蛋白到蛋黃的層次就可以吃得出來。而且你不用撥來撥去，哇，這樣比較方便。真的，按理說就不會長垃圾了。對，而且好高級的感覺，你就只吃蛋，沒有加任何的調味料。沒有。你食到嘅就係亞倫嘅米西，韓國直接吃蛋有一點風險，譬如你食到唔好食嘅卵，就會有冬蟲那個腥味。但是其實現在吃起來的味道，就是你只是吃到那種卵磷脂的那種蛋香味。對。濃郁的味道是吃到亂風，妹不會吃到很可怕。有些人其實會怕蛋黃的味道，是，但它吃起來就是很濃郁的，然後蛋白又很順，是，哇，或者這個其實是挑戰新鮮的蛋的吃法哦，要新鮮的蛋才經得起這樣吃哦，是，對不對？是，尤其新鮮的蛋，你剝殼非常的不容易。那這樣子吃就很容易了。所以新鮮的蛋會因為它的那個薄膜跟蛋白粘得比較緊密，對不對？是。
所以其实是很不好剥的。是。那如果我们想要鸡蛋好剥一点，是不是应该要剥给不用3星耶，放几天？对，要放个大概最少在5天左右。哦，它会比较它的水分里面的水分就会慢慢的蒸发嘛，所以它的膜就会中间会有空隙，就比较容易剥。那像这样的蛋呢，不管新不新鲜都可以吃，都可以吃，只要把气室打开，稍微剥开了，用汤匙慢慢的吃，所以它不用再去剥壳那么辛苦。好有趣哦，同大家来分享哦。不过今日节目当中啊，结论除了做的吃食食以外，还有其他的料理方式。今天特别带来鸡皮蛋，天泰国牛舌锅鸡皮蛋哦。其實當好食皮蛋。頭擺就會壓亂咗嘅啊。就是頭擺細家當皮啊。所以很喜歡吃皮蛋就是了。很喜歡吃皮蛋，皮蛋豆腐、皮蛋麥蓋。對。好的哈，是山主席其實都該農場有兩種雞皮蛋，我們係鐵紫色嘞。係。然後冇恐龍。所以來嘛，我看下諾貝亞愛顯啊，我知道雞皮蛋它的外面的蛋白比较少，没有这么多。那蛋黄比例看起来比较高一点。一般饮食皮蛋都是要吃蛋黄嘛，对不对？蛋黄才有那个浓郁的感觉。是。天泰哥，你设个干讲，黑马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雞皮蛋然後壓亂做嘅佢嘅拍蛋白嘅部分，當 Q， 當 Q 跟冇恐龍。天一點是講，我知道嘅地波嘅米頭啊。它冇像壓亂咗嘅，按出手，改米頭按重，對，好好吃，所以很 Q，還有唔是變到冰箱，當好食，好吃，配稀飯、配糜呀，都當好食。芒色砂锅雞蛋做的皮蛋。真的跟我以前吃到的鸭皮蛋完全味道不一样哎，好特别哦。故说没有用到暗涌给这样子的产品来给消费者，而且听说是有一点像季节限定，对不对？是，就是你有订我们就做。要订购才有哦。除了鸭皮蛋之外，还有溏心蛋。这个溏心蛋就是也是泰嘎就懂中医给暗涌给产品。那我很好奇啊，你要的秀给按斗给养了这么多鸡，那这些鸡呀，母鸡总会有不能生蛋的一天。是。那要这些母鸡该怎么办呢？我们母鸡功成身退之后呢，我们就会请兽医师开健康证明，然后进行电宰。还有健康证明？一定要开健康证明哦，它要是健康的。这个情况之下才能被电宰。是。那健康证明开完之后，我们就进电宰厂电宰出来之后呢，其实这老母鸡，一般传统啊比较多的是炖鸡汤。对，炖鸡汤。像广东人喜欢煲汤啊，一定要用老母鸡啊来煲汤。这个汤呢，第一个炖的时间要长。所以只有这样的鸡，它来炖老母鸡，炖汤是最好的。对，吉姆燕喊 TPA 带这个老母鸡的鸡汤，老母阿 Q 莫医生，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就没有再用汤匙这个东西，是，直接喝喝看。是。那里边有加一些像中药，对不对？对，它加了一点中药在里面。好好喝，好香浓哦，因为其实。阿 Q 莫亚一包的那个精神不太好，等一下这一碗我下去把它喝掉，这样元气就补上来了。因为给酮其实就是很多生病的人，还是体质虚弱的人都很建议大家用鸡汤是来补身体。大白你还是太给酮就会觉得哇手脚都热热的，都暖起来的感觉。是，对。故说其实给的真饮非常多功，它做的鹅卵韩国亚给用没做的脑类色，而且还是经过健康检验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单主席你们做的一些把关，你们为了这些把关也特别去做了一些，比如说像是履历，让消费者可以看到它整个生产的状态。是这个部分，我们除了做履历之外呢，这次我们在新竹也跟交大、跟清大合作，用 AI 的系统来做一个辨识跟认证。我们最近在做鸡脸辨识。鸡脸辨识，对，比如说我手机的人脸辨识我都还没有换，你跟我说有鸡脸辨识。那它中间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生产履历。那透过区块链的模式，透过 AI 的系统，消费者，比如我有参加契作，我可以直接拿来看，你看我养的鸡，你看我农场养的鸡，就我的鸡在这里啊。那让他觉得这个是很生活的。是，我们透过科技只有一个目的是让消费者。可以亲临现场看得见，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哦。对，就是我真的看见我气做的鸡在这里，对，它的生活，它有没有吃料，有没有喝水，有没有出去玩，有没有下蛋，对，啊，那它的生活环境，那透过区块链不可以更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它的溯源生产履历是非常完整的，是没有办法骗人，所以也让消费者感同身受，就是你看我的东西就在这里，对，就是我支持的农民就在这里，对啊，那我们希望从1场变100场，甚至变1000场、10000场，对，啊，让人人都有一口良田。韩国出的呀，因为呀，还有很多活动，农场里面的活动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剩下一点时间，我们赶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农场的部分呢，假日都非常欢迎大家来我们农场来参观。一般农场都是严禁个人参观，是因为他们怕防疫的问题。那我们人道放牧养殖的鸡呢，基本上的免疫系统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好可爱，小朋友可以去喂鸡吗？对，喂鸡，那甚至可以进去捡蛋。像我们也办过幼儿园的孩子们进去里面捡蛋，还是可以顺便节省成本，工人不用这么辛苦。对，最重要，豆豆，你吃过鸡肉没有看过？吃过鸡蛋没有看过鸡生蛋？对，你看小朋友在那边跟鸡去玩，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是让大家亲自体验啊，那让农民的辛苦。让消费者完全知道。对，故上吼，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迄讲对呀鸡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尝试我们来真的看鸡怎么生长，真的了解鸡的很用的姜的用的藕的，对不对？好，今日什么两位来宾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主持人，谢谢您，谢谢。谢谢。没什么，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跟视看休息一下来做运动哦。